培育本地嘅人才，亦都係我哋非常重要嘅使命嚟嘅。其中一項好重要嘅人才培訓就係街頭表演。睇見呢班街頭表演者喺呢個地方可以建立佢哋自己嘅一個粉絲群啊，咁我哋感到非常之鼓舞嘅。好榮幸真係可以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展開一個為期2年嘅一個策略性嘅合作啦，希望可以幫助去支持發掘培養有潛質優秀嘅街頭表演者。